睇完呢條片你就袋咗錢入袋啦，因為呢個係我認為嘅生意定律。第一啦，如果你朋友做生意咧，而你又需要佢嘅產品或者服務啦，千祈唔好殺價，唔好覺得咧人哋老闆要平俾你，佢嘅專業同埋知識咧係用血汗同埋用時間換翻嚟嘅，唔該尊重翻佢啦。第二，同人合作做生意唔好因為同佢識咗好耐而開始，反而係一拍即合，講錢唔講心嗰啲先係最長久。反而呢啲人咧先係最講義氣，最容易背叛你嘅呢係口口聲聲話咩都冇所謂嘅人。OK， 第三，如果借得錢咧，你就預咗係捐噶啦，佢還錢俾你咧，你要當意外收穫，唯一可以做嘅嘢就係睇清楚呢個人咯，咁所以睇下你願意貢獻幾多錢去睇清楚呢個人啊。第四，俾錢最少嘅客咧，通常要求係最多嘅。最真正尊重你嘅專業嘅客戶咧，反而最好嘅客同埋俾最貴嘅錢都願意。OK， 第五，白紙黑字寫清楚咩情況有用咧，就係喺大家感情好嘅時候有用，感情唔好嘅時候咧，呢啲文字係點都可以雕琢嘅。OK， 第六，通過銷售技巧同埋談吐可以令你覺得呢個人做實事，所以唔好聽嗰個人講啲乜嘢，而係觀察佢做啲乜嘢。第七，如果客人 budget 有限咧，就減少服務內容，而唔係降低自己每一個 service 嘅價值。第八，你幾有實力都好啦，冇人知就等於喺市場上嘅不存在。第九，世界上如果有人願意對你好，都一定有少少嘅期待，所以如果你俾唔起呢個代價，你就唔好接受人哋嘅恩惠啦。恭喜你已經揾到900蚊，雖然呢啲咧當然係唔止900蚊啦。咁如果你都想學更多關於商業上嘅嘢啦，或者點樣用 IG 做個人品牌咧，將自己嘅產品或者服務賣過3倍或者俾多啲人知，留言品牌咧，由我本書同埋 AI 工具教你開始啦。